我哋經常咧會諗一個問題，好多時候同學寫文嘅時候咧，兩個樣嘢。第一樣嘢，哎呀，阿 Sir，我唔知寫好。咁我哋今次咧，首先第一樣嘢，我哋睇嘅乜嘢咧？以讀帶寫。咩叫以讀帶寫？我相信同學咧，不論係平時課堂之上啦，或者我哋做閱讀理解啦，又或者可能平時上網睇一啲唔同嘅小説啦，睇一啲唔同嘅散文咧，我哋都會睇到唔同嘅作品。嗱，我哋唔好淨係咧當呢一啲嘢齋睇嘅過程當中，睇完之後，我哋諗下當中有啲乜嘢可以成為咗我哋寫作嘅養分，亦即係以讀帶寫最基本嘅，我哋總結一篇文章嘅優點，我哋知道佢寫乜嘢，知道佢如何寫，進而咧我哋自己嘗試用翻呢一個嘅方法。咁而我哋今日揀咗篇嘅文章咧，同在座咁多位同學都應該息息相關嘅。瀑布灣道啊，又係問一個問題，有冇同學去過瀑布灣道啊？去過嘅可以舉手。大家應該都係住喺呢頭附近，或者呢頭附近返學嘅喎，應該都有去過呢一個嘅瀑布灣道嘅喎，係咪先？好啦，嗱咁啊，當然啦，咁啊咧，我哋今次講嘅作家黃良和先生，咁佢亦都喺華富村長大，咁啊喺華富村長大，咁當然佢會對呢一條嘅屋村咧好有感情。佢就將佢自己喺屋村當中嘅成長嘅經歷，佢童年時候嘅所見所聞咧，就擺喺篇文章入邊。咁啊，當然啦，佢點解要寫低咧？其實就好似香港有好多嘢咧，慢慢消失緊咁樣。頭先作家都提到，華富村都係一個消失中嘅地方。咁但係有一啲嘢係唔會消失嘅，係乜嘢咧？我哋嘅記憶。咁啊，大家可能喺呢度成長，喺呢度讀書，可能你都會見證住華富村，可能大家見證住可能末代華富村啊，末晚年嘅華富村，但係大家都會有呢個記憶。我哋點樣將呢一啲嘅記憶擺喺文章當中？咁啊，當然呢一啲相我就唔睇啦。我相信大家可能都附近行下就已經會見到呢一啲嘅地點啦。好啦，不過同學咧可以首先諗下，頭先我提咗一樣嘢，同學唔知道寫啲乜嘢。咁呢一個係可以透過閱讀去增進。但如果我哋例如話啲依家要寫華富村，我知道我要寫華富村啦，咁跟住點呢？咁然之後同學就話華富村咯，條村咯，我每一日返學都經過嘅一個地方咯，雲雲。咁樣寫都係咪點夠呢一個嘅內容？咁點呢？我哋首先第一步，我哋化解，我哋將一個大嘅地點化成咗唔同嘅一啲小嘅地方。例如黃良和先生喺佢篇文章入邊就將華富村分解咗3個重要嘅部分。第一個係街市，第二個瀑布灣道，最後就嗰一個嘅瀑布灣個小入口。嗱，佢將一個大嘅成個華富村變咗做3個小嘅地點去寫自己係唔同地方嘅所見所聞。咁呢個時候啦，我哋寫作嘅題材就自然就豐富咗，寫作嘅內容自然亦都會多咗。好啦，不過當然更加重要嘅係我哋講一講寫作嘅手法。首先多角度描寫。多角度描寫咧，首先我哋先睇一樣嘢。平時我哋多數嘅情況之下咧係平視嘅，但係就算哪怕依家咧我企嘅位置高少少，咁我都係用平視嘅呢個角度咧去望住大家啦，係咪先？不過除咗平視之外，仲有啲乜嘢嘅角度咧？嗱，例如我哋有仰視，我哋抬頭望。例如可能咧，我哋喺中秋節，大家去賞月，賞月就一定要點啊？抬頭望。咁你話我低頭望唔望到月亮啊？低頭望唔望到？都望到。可能地下有一灘嘅積水，我哋喺呢個水當中見到呢個月亮嘅倒影。嗱，不論係抬頭低頭，我哋都可以見到呢一個嘅月亮啊嘛，係咪先？又或者我哋有遠有近。今日我專門嚟到華富村嘅時候咧，我都專門去海邊，咁啊能見度唔係好高，望去遠嘅時候咧，見唔到對岸呢一啲嘅小島。但如果同學平時喺天氣好嘅時候，去到海邊遠望，就會望到遠處嘅小島，或者望下近嘅。望遠係望遠方，咁啊望近嘅時候就會見到咩？啲海浪喺我哋嘅岸邊拍打。咁時候咧，我哋首先就嘗試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去描寫我哋身邊嘅景物。例如話，大家依家望下身邊嘅同學，用平視嘅角度望下身邊嘅同學，你會覺得好普通啦，係咪先？但我成日都會諗一個問題，我唔知在座同學有冇養過啲貓啊、狗啊啲嘅寵物，或者養下啲倉鼠啊呢啲小嘅動物。我成日覺得佢哋嘅視覺望翻我哋人類就應該好可怕嘅。點解咧？佢哋要仰視我哋。你諗下一隻好細嘅狗，一隻好細嘅貓，佢抬頭望我哋嘅時候就覺得咩啊？哇！呢一個人巨人咁嘅款。
米八咁高，佢要抬頭先可以望到佢嘅主人。嗱，我哋嘗試一下轉換角度，用仰視去諗，我就即刻覺得自己變得超大個。但係仲有冇其他角度呢？嗱，大家睇文章當中有一個部分，作者一開始嘅時候呢，係用平時佢行喺呢一條嘅路上面，見到買餸嘅人，見到釣魚嘅人，見到返屋企嘅小朋友，見到路上面形形色色嘅人，全部都係平視嘅角度，全部都係咧佢嘅視線所及。但佢忽然之間諗下啦，佢話望下天上面有個風箏。風箏係天上面嘅，佢先用仰視嘅角度望到天上嘅風箏。但如果從天上望翻落嚟呢條路上面，路上嘅每一個人會變成點呢？大家想象下，如果你係4樓望翻落去操場，你應該會見到咩嘢？因為會見到啲人嘅頭髮，甚至乎你企得越高，你見到嘅可能咧就一個一個黑色嘅頭頂。於是乎，作者就話啦，喺呢一個嘅風箏眼下，路上嘅行人就變咗一顆顆黑珍珠。點解？因為佢只係見到呢一啲人嘅頭頂。嗱，轉換視角就係我哋令到我哋對日常生活嘅觀察當中有咗一個新嘅見解。咁首先咧，我哋可以諗下點樣用多角度描寫，唔好淨係用一般平視嘅角度去寫景物。咁例如啦，我哋寫海。最常見嘅遠或者近，寫我哋嘅街上嘅啲嘅建築物，我哋可能會用一啲嘅仰視嘅角度，又或者我哋可以想像下行到附近上一啲嘅頂，或者我哋一啲嘅高樓之上，我哋可以用翻呢一個嘅俯瞰嘅角度。好，海邊，最近同學有冇去過呢一個維港海邊？不論係睇煙花或者係三生咁樣。好啦，例如話我哋去到呢一個嘅維港兩岸嘅時候，當然第一下一定係遠望啦，我哋望過對海啦，係咪先？但望完對海之後，我哋仲可以點呢？例如我哋可以諗下點樣用呢一個嘅抬頭仰望嘅角度，你行出呢一個嘅碼頭，無論係中環碼頭，又或者尖沙咀碼頭，行出咗碼頭之後，抬頭望身邊所有嘅建築物，高聳入雲，呢一個第一個視角。但係除此之外，亦都會點呢？向近望，見到呢一個嘅海面上波光粼粼嘅樣子，甚至乎我哋再仔細望下，我哋行到上高處，港島最高，上到太平山頂，望翻落去，原本高嘅建築物，依家變到好似玩具咁樣咁細個。好啦，咁我哋嘗試用唔同嘅角度去描寫身邊所見到嘅景物。呢一個係第一個寫作提示，第一個寫作提示。咁啊，當然啦，仲有一個咧就多感官描寫。嗱，多感官描寫咧呢一個咧就好多同學咧其實係比較少做到嘅。我想請大家想像下一個情景，假設依家課室入邊有同學唔好打交啦，嗌交啦，係唔好打交，我哋文明啲。好啦，有同學喺課室入邊嗌交，你係首先望到佢哋嗌交，定係首先聽到佢哋嗌交嘅聲音？大家想像下。應該正常咧，係應該會聽到，嗰邊好嘈，然之後就點啊？然之後擰轉頭望住嗰邊，你先知道原來嗰度係有嗌交。亦即係話，我哋嘅聽覺係會先過我哋嘅視覺，先聽到再睇到。因為街上面有一啲嘅救護車，有一啲嘅警車經過，你會首先點啊？先聽到呢一個嘅遠處傳來嘅鳴笛聲，然之後你就會擰轉頭睇，到底發生乜嘢事呢？嗱，其實好多時候同學咧寫作或者去描寫嘅時候咧，就比較少去調動我哋唔同嘅感官啊。咁啊咧，當然啦，我哋睇下。咁啊，例如話啦，作者佢話寫去自己街市入邊，咁個街市因為見到有啲人啊賣緊唔同一啲嘅乾貨啦，賣一啲嘅鹹蛋啊、皮蛋等等。嗱，佢當然有用到呢一個嘅視覺描寫，寫人哋有做呢一個刮鹹蛋嘅呢個動作，但係咪淨係得描寫呢個視覺所見呢？唔係，會講埋佢聽到啲刀喺呢一個嘅蛋殼上面咧，呢一啲嘅聲音。都係一個聽覺上嘅描寫，甚至乎啦，大家再諗下啦，我唔知大家咧得閒會唔會去街市？咁啊，去街市咧有啲嘅鋪頭咧，例如話啦，一啲嘅海味店，咁啊，我好唔中意海味店嘅。
成日好遠嘅時候，你應該會聞到呢一啲海鮮、一啲乾貨嘅一啲嘅味道。你聞到甚至乎你唔需要去望啊，你唔需要專登去望，你都知道一定喺幾個鋪位之後咧，一定有一間嘅海味店。嗱，我哋嘗試調下呢一個嘅感官，又或者啦，再舉個例子問下大家啦，有冇同學中午係食咗燒味飯嘅？冇，大家中午都食得好健康啊！好啦，咁你見到呢隻燒味飯嘅時候，你應該會離遠應該會聞到燒臘嘅香味。離遠應該會聞到啊，係咪先？其實冇話呢個燒味啦，甚至乎你食麥當勞都係噶啦。離遠可能聞到呢一個香味，行近嘅時候，你再見到唔同嘅一啲嘅食物，然之後咧，你嘅腦海入邊就想像到，最新出嘅呢一個嘅風味豬扒包到底係咩味嘅咧？係咪先？而即係你腦海入邊就即係想像呢一個嘅味道。如果我哋將呢一個嘅部分寫晒出嚟嘅話，咁我哋就能夠豐富到我哋嘅描寫，唔係淨係見到我看見咧呢一個燒臘檔有金黃的油雞我決定買個燒味飯，唔係啦，我哋即刻將我哋嘅寫作豐富咗，例如我哋可以想像下食呢一個嘅燒鴨嘅時候，呢一個嘅鹹香，呢一個嘅少少脆嘅呢一個嘅口感，甚至乎聞到呢一個嘅味道。嗱，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寫作變得更加豐富，令到我哋嘅描寫唔係淨係得睇到，可以聽到，可以聞到，可以摸到，甚至乎可以品嚐到。嗱，一個係多角度描寫，一個係多感官描寫。其實點解有個多字呢？正正就係想同學突破我哋平時嘅框架。唔係淨係得睇，亦都唔係淨係得用一個方法去睇。我哋從唔同嘅角度去睇，睇完之外，我哋調動我哋唔同嘅感官去感受我哋身邊嘅事物，去感受身邊嘅景象。咁當然，最後咧，我哋講一講呢一個文章嘅立意。嗱，文章嘅立意咧，其實就係描寫嘅目的到底為咗啲乜嘢？我哋寫得好仔細，我哋可以寫好多樣嘢。我哋寫呢一啲嘅東西，我哋寫呢啲嘅景物背後到底為咗什麼？我成日都同所有同學仔講，寫得一樣嘢，不論係作者或者你哋自己寫得嘅一定係有情。冇感情嘅嘢，你係唔會嘥時間去描寫佢。柳宗元上到西山，佢一定係有嘢想講，佢先至會走去寫得咁仔細。冇嘢想講，佢寫咁仔細做咩呢？係咪先？所以啦，呢一個就係我哋描寫嘅時候，我哋要諗透過景物，我哋能夠説出一些怎樣嘅故事，説出一些怎樣的立意。咁首先呢，我哋第一樣嘢睇下。喺呢一個嘅華富村，好耐歷史啦。香港可能係比較早期嘅一啲嘅公屋嘅屋邨。作者佢點解要去記述呢一個地方？點解要描寫華富村？因為佢知道佢再唔寫，佢可能唔記得咗好多細節。佢再唔寫，呢條村可能會被清拆。佢再唔寫嘅時候，可能大家已經會忘記咗當時華富村係一個怎樣嘅地方。所以因為佢驚自己唔記得，佢用文字保留咗呢一條村過去嘅景象。例如佢會見到佢話記憶的光暈可及之處越來越少。點解啊？因為人大個咗，忘記嘅事情自然就會多咗。哪怕係你成長嘅地方，等到50歲嘅時候，你都會已經忘記。所以我哋第一樣嘢寫係可能為咗保存嘅記憶，又或者我哋再仔細諗下啦。除咗係為咗寫自己記憶中嘅事，亦都係為咗寫自己所見到嘅人同埋事。當然可能同一堂日常嘅生活可能好無聊，每一日咪翻學啦，翻完學之後可能放去補習啦，補完習跟住翻屋企啦，翻去屋企跟住打陣機，再可能食下飯，跟住之後又一日啦。咁但係你喺路上面你會見到唔同嘅人，大家留意下，你應該冇可能每一日翻學嘅路上面見到嘅人全部都係一模一樣。係嘅話咧，你應該驚，因為你應該咧去咗一個咧其他嘅異世界。你應該每一日都會見到唔同嘅人，每一日都見到唔同嘅景象，每一日都見到唔同嘅事物。呢一啲全部都係我哋嘅寫作素材，因為冇一日你嘅生活係一樣嘅，你每一日見到嘅東西都唔同。呢一啲嘅人生百態，正正就係我哋寫作當中其中一個常見嘅素材。又或者啦，再講下啦，
時代嘅變遷。咁當然同我會心諗，我仲後生，我仲細個，時代嘅變遷咧應該就唔關我事嘅，係咪先？不過係唔係真係完全體會唔到呢？大家試想像下，咁啊在座可能大家中學生，可能10幾歲，大家回想翻自己可能5歲6歲嘅呢一個嘅華富村，或者5歲6歲你住嘅呢一條屋村，同埋你依家所見到依家眼前所見到嘅呢個屋村嘅景象，係咪一樣嘅呢？應該唔一樣，有啲鋪頭會執咗。你見到嗰棵樹可能會高咗，或者唔係高咗啊，可能係打完風之後成棵樹冧咗啊！你睇下回想翻有一啲嘅嘢咧，應該係唔同啊。今日就好似我係原本係住喺沙田，但我可能1-2年冇翻去，跟住然之後周圍咧已經咧起咗好多唔同嘅路啊，跟住又要起啲新嘅幹線啦，我已經見到有好多嘅唔同。咁所以啦，呢個亦都係啦，哪怕話我哋覺得自己仲後生，唔係真係同好多時代變遷相關嘅嘢，我哋都可以寫生活當中嘅不同之處。咁我哋將呢一啲嘅瞬間擺埋一齊之後，仲有一樣嘢可以諗下，就係如果我哋嘗試去用唔同嘅角度去諗我哋依家住緊嘅呢個地方，到底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嘅地方？有啲咩唔同可以描寫嘅位呢？落嚟大家想像下啦，小販咁啊，大家喺附近有冇見過一啲小販？有冇喺附近見過一啲小販啊？有。見過啲小販，咁你如果想像下，你係一個小販啦，你嚟到一個嘅陌生嘅屋村，你第一樣嘢諗嘅會係咩啊？我應該要揾一個人流密集嘅地方，喺呢一個地方呢，我先做到生意，其他地方做唔到生意啊嘛，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啦，我唔係，我係一個嘅建築學家，其實可能有一啲冇話建築學家啦，甚至乎咧可能一啲嘅一啲嘅測量師，又或者一啲咧建築嘅愛好者嚟到華富村嘅時候，佢都會諗乜嘢啊？呢一個咁早期嘅屋村，建築上有啲咩嘅特點？啲平台、啲階磚，可能周圍嘅一啲嘅裝飾、裝潢，甚至乎咧樓嘅一啲嘅佈局方位，都會係佢想了解嘅地方。佢會留意到嘅係建築物本身，又或者一啲嘅愛好動物嘅人或者動物學家嚟到附近啦，可能就睇下附近有啲乜嘢嘅流浪貓狗，又或者啲乜嘢特別嘅動物，可以睇下啲咩雀嘅飛過等等。唔同嘅視覺見到同一個社區，自然都會有唔同嘅分析嘅角度。咁當然大家係學生。我哋咧喺呢一頭附近咧，可能係大家嘅日常生活呢一條隔離嘅呢一條嘅華富村，可能係同學每一日咧返學、放學、食飯、生活買文具、拎呢一個嘅快遞等等嘅一個嘅地方。但係呢一啲嘅地方都會係同學嘗試去描寫嘅一個嘅視覺。即使同係覺得我呢一個地方好平常、好普通，但係用唔同嘅視覺、用唔同嘅感官描寫，加上用唔同嘅身份嘗試去分析一下，大家就應該會諗到如何去描寫我哋呢一個嘅社區。所以啦，1、2、3、4，永遠第一步一定係由先觀察開始，而且唔係淨係用對眼去睇，我哋仲可以用埋我哋唔同嘅感官喺唔同嘅角度去睇。睇完之後，當然要嘗試去理解。你可能有啲地方你可能唔明，你可能要上網揾點解呢條村會起成咁呢？又或者啦，你見到一啲咧不一樣嘅植物、不一樣嘅動物，到底這是什麼呢？對生活懷有好奇心，然之後你就可以聯想，你可以用自己喺閱讀嘅過程當中諗到其他作家可能會係咁樣寫，去諗下自己可以怎樣寫。最後啦，就係用上我哋今堂講嘅唔同嘅一啲嘅寫作手法，將自己見到嘅東西咧擺在文章當中。以上我哋分享咗觀察同書寫社區嘅唔同技巧。咁依家就嚟講講今次嘅寫作主題。初級組第一題，社區感官之旅，要求同學運用五感體驗去描寫一次社區內嘅旅程。文章嘅重點就係如何靈活運用多種感官去進行細緻嘅觀察，同時呢啲感官細節應該包含對於社區嘅情感或者思考。去到第二題，社區的活標誌，呢一題嘅寫作主題就係社區中有生命嘅人、動物或者植物，可能係社區中嘅一隻貓、屋村入邊嘅大樹。
描寫呢個活標誌點樣去反映社區嘅文化同埋人情。去到高級組第一題，未來社區我構想中的改變。改變要基於咩？改變就要基於對於現在嘅觀察。同學要睇到眼前嘅社區現在是怎樣的情景，有咩落後嘅地方，先再去想像佢未來嘅變化。可能係環境、功能或者一啲建築構造方面嘅改變。最重要就係要建基於對於現在嘅觀察。第二題就係未來社區我想保留的特質。呢一題亦都係建基於對於眼前嘅觀察。同學要見到自己嘅社區有啲咩特別嘅地方，而且呢啲特質喺未來社會嘅發展之下依然係重要嘅，就可以將佢記錄並且書寫下來。另外，大會亦準備咗一份參考書目清單俾同學，同學可以睇睇唔同嘅香港作家係點樣創作關於香港嘅人物同故事，從中獲得寫作靈感。最後，大會誠邀同學報名參加說好香港故事大行動，透過觀察社區，寫低身邊嘅香港故事。